天文台會喺聽日中午後發出1號戒備信號。我哋會同大家分析下3號、8號風球嘅機會，以及同過往嘅相似例子進行比較。鳳凰即將登陸呂宋，由衛星雲圖可見，風暴嘅環流廣闊，但係風眼唔太混圓，亦都未完全清空，顯示佢係僅僅達到超強颱風下限級別。受到呂宋地形、東北季候風同埋較高嘅風切變影響，鳳凰會逐漸減弱，但係實際嘅減弱速度就需要視乎佢重新出海後嘅結構整合。喺路徑方面，電腦模式嘅分歧已經逐漸收窄，鳳凰有較大機會喺香港東南400公里左右掠過，隨後移向台灣中北部至台灣海峽一帶，並逐漸消散。我哋現時評估天文台發出3號強風信號嘅機會係中等。由於香港主要吹屏蔽較大嘅偏北風，加上出現顯著降雨嘅機會亦都較細，因此香港廣泛吹強風嘅機會唔大。然而，由於鳳凰有機會喺南海維持較高強度，或者採取較為接近香港嘅路徑，因此現階段仍然唔可以排除3號信號嘅可能性。而喺8號信號方面，機會係極低，鳳凰會同香港保持相當距離，香港廣泛吹烈風嘅機會係極低㗎。最後同大家睇下過往相似嘅風暴例子。2018年風暴玉兔同樣以超強颱風強度登陸呂宋，進入南海之後轉向北移動，以強烈熱帶風暴強度喺香港東南300公里左右掠過。當時天文台發出咗3號強風信號，但係強風僅僅局限於離岸同埋高地。鳳凰掠港嘅強度可能比玉兔高，但係距離亦都較遠，因此今次香港會唔會廣泛吹強風，就非常視乎鳳凰嘅強度變化同埋掠港距離。我哋都會繼續留意住鳳凰嘅最新情況，適時喺社交平台進行發布。再會。